學聯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嘅最後通牒喺10月3號0時0分屆滿。喺限期屆滿前嘅下晝，已經有過千人到添馬艦龍和道行政長官辦公室外集結，準備喺限期屆滿之後有所行動。期間，警方將一批催淚彈同橡膠子彈運咗入去行政長官辦公室，令外界揣測警方可能喺限期屆滿之後武力清場。不過，就喺限期屆滿前，事情有突破性發展。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10月2號晚上11點半喺梁振英位於中環上亞厘畢道嘅官邸開記者會，表示委派林鄭月娥同學運領袖會面，不過就冇講明確實嘅時間同地點。喺添馬艦龍和道行政長官辦公室外，有群眾自發開收音機，並且透過擴音器轉播記者會嘅內容。現在係委派林鄭月娥司長同埋政改3人組，另外嗰2位同事，仲有其他相關嘅人員咧，喺短期內盡快用合適嘅方式同學聯嘅代表見面，正如學聯嘅公開信裏所講咧，見面大家傾談嘅內容咧就係一個就係香港嘅政改問題。過去1、2日咧，有一啲同學同埋其他青年人咧，佢提出以包圍、佔領甚至乎衝擊政府大樓，包括警察總部，包括政府總部，亦都包括咧特首辦，呢個方式咧嚟到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同埋爭取對話。特區政府同埋警察咧會繼續咧用一個最大程度嘅隱約方式嚟到去讓呢啲青年嘅同學同埋其他青年人咧係集結嘅。但我想提一下，呢個咧並不關乎因為特首辦被包圍，或者政府總部被包圍，因此咧影響到我同埋我喺政府總部上班嘅3000個同事，佢個出入方便嘅問題，唔係呢個問題。喺世界任何地方咧，如果有任何嘅示威人士，佢包圍甚至衝擊佔領呢類嘅政府大樓咧，警察總部啊，行政首長嘅辦公室啊，又或者係警察總部啊等等咧，嗰個問題咧，同埋個後果咧，都係嚴重嘅。在場群眾雖然已經互相提醒要保持冷靜，不過喺記者會完結之後大約1個鐘頭，有2名示威人士企圖堵塞龍和道，在場群眾企圖阻止，雙方一度拉扯。雖然最後成功阻止佢哋瞓馬路，不過其中1名示威者受傷，要由其他示威者抬走。到咗凌晨1點，2名學運領袖到龍和道會見群眾，佢哋除咗彙報最新情況之外，又苦口婆心勸誡佢哋今晚千祈唔好衝擊。假如我哋真係衝咗出龍和道，真係佔領咗龍和道，好多市民將會有好大嘅反對聲音。但係而家我哋呢個關鍵時刻係好需要市民對我哋嘅支持，市民同埋我哋並肩作戰。我知道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戰友，大家好熱、好辛苦，捱咗好多日。但而家我哋有一個對話空間。幾時對話？係咪可以聽啊？有冇講啊？聽日我返工啦。而家我哋需要市民同埋我哋企埋一齊去打呢場仗。講咗條件先好唔好啊？幾時對話冇講？你想要嘅嘢先啦。冇實際嘅日子。我哋要條件好簡單，我哋要嘅好簡單。你冇咁問佢啦，個時間可能好快。呢樣嘢普選、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將會係我哋嘅要求。
我知好多朋友都好關心幾時對話，但係我哋只係15分鐘之前先至喺電視上面見到，要就即刻落咗嚟，希望向大家交代，希望同大家一齊打呢場仗。所以我哋今晚會繼續要求林鄭月娥盡快同我哋公開會面，盡快同我哋公開對話，回應我哋對於政府嘅訴求。你覺得佢喺度拖住你㗎？各位，我明白大家對現況係好焦躁，係好想有聲音行動，但係如果林鄭月娥、梁振英真係好似大家咁講，都係講翻同樣嘅嘢，都係要完全跟隨人大決定，都係完全抹殺我哋普選之路嘅話，我哋有大把，有好多升級嘅機會，我哋有好多次升級嘅機會，有好多時間可以再做升級行動。會有咩升級行動？如果談判破裂，包括就係而家大家想做嘅佔領羅和道、切斷港島同埋新界之間，包括係完全圍堵政府總部。等到幾時啊？等到幾時啊？你話今日12點後，你知我傾緊幾時啊？未傾到啊！冷靜啲啦！傾緊幾時開會未傾到啊？各位，日子得唔得啊？你同林鄭？我哋真係只係15分鐘之前先至喺上面睇完個記招攞嚟。你自己定啦，唔使問語文解釋又好，其實發生好多。我咪佢哋未定好啊嘛。你啊！係佢哋自己去主動定咗先嘅，都得嘅。可以無了期㗎。各位，除口罩講嘢最好。我哋一定希望盡快喺2-3日之內同埋林鄭月娥會面，一定。咁定喺禮拜一前得唔得？定喺禮拜一前得唔得？佢一個人話到佢啊！我哋而家就去做。2-3日。各位市民，我係學民思潮嘅黃超東。我想同大家講，我明白。等先，等多5分鐘。我明白大家會有一個對於行動嘅考慮。我明白大家期望我哋能夠令到整個運動繼續去推進。我哋喺度每一個人同樣都係擁有一個目標，希望擁有真普選，亦都希望梁振英能夠問責下台。但我相信在場嘅每一個市民，你都唔想你身邊嘅人係會喺未來嘅日子，或者包括今晚係要留下任何一滴血，抑或係受傷，甚至係入醫院。我哋每一個行動，我哋希望嘅係整個行動唔需要有任何人去受傷。我希望大家知道呢一樣嘢，人身安全絕對係每一場社會運動裏邊一個非常之大嘅考慮。希望大家諒解呢一點。我明白大家期望有唔同嘅行動係能夠持續向政府施壓，但係假若去到龍和道今晚去作出呢個堵路行動，換嚟嘅就係無數嘅橡膠子彈嘅話，我想問每一位市民，你係咪想你身邊嗰位同你一樣咁愛香港嘅戰友喺今晚要受橡膠子彈去射，抑或係受傷，甚至係受到警方一啲真槍實彈去傷害？我希望大家真係克制，能夠明白到就係話每場嘅運動冇可能永遠大家都係得一種嘅意見。民主冇錯，講嘅係多元，但係更重要嘅係我哋要體恤我哋身邊嘅戰友。我想問在場每一位市民，我哋會唔會抌低我哋身邊嘅戰友啊？我希望大家能夠去諒解我哋學聯嘅戰友。的確喺15分鐘之前，當你哋睇緊記者會嘅 live， 其實我哋都只不過係睇緊記者會嘅 live。我哋同你哋知道資訊都係一模一樣。我哋亦都暫時未有任何啲最新嘅消息。如果有嘅話，一定會通知任何學界戰友。但係我哋同在場嘅每一位市民知道嘅、聽到嘅，都係只不過係電視機林鄭月娥同梁振英講幾個，
講幾多我就聽幾多。我希望大家能夠衷心去諒解同埋體諒我哋一班學生。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去交出呢一個會面嘅時間。我哋相信呢一個嘅會面唔單止係純粹一個官式會面，學生唔係稀罕，或者渴求要一個官式會面，要同呢啲嘅司長官員去握手言和。最重要嘅係，我相信學聯嘅戰友，當佢哋要去見到林鄭嘅時候，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話，要去質問、去質詢我哋嘅官員，點解要用催淚彈，要用呢一啲未來可能或者要用嘅橡膠子彈去傷害我哋嘅市民。今次同政府會面，最重要嘅就係話質詢呢一班官員，要求佢哋承擔責任，係咪啊？公民提名。我希望繼續去堅守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一於就喺整個會面環節，當住林鄭面質問到佢片腳不留，呢一個就係會面嘅目標。我相信未來學界戰友係會同大家共同進退。佢哋之後都冇接受記者提問就離開，而喺龍和道外嘅群眾依然唔願意離開。但無論係點，今晚總算化解咗一場可能流血嘅衝突。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子陽，天馬南報道。